你敢捌神经认知症？阮某最近毋知安怎，常在拢讲一寡无影无食的代志，若无就是呾才扫过涂骹，伊阁随袂记，阁要扫一摆，嘛时常袂记得物件囥去倒位，诚无头神。我若是讲伊两句啊，就无欢喜，性地随举起来。阮老爸自失智到呾已经8冬，定定回要转去厝，这就是因兜是要转去倒位。毋管安怎甲讲，拢讲袂顺车。即马暗时咧困，爱下尿珠仔，连精神状态也出现酣伤、幻觉，生活拢需要人填缀，有够忝。以上是身边的朋友无搭话咧讲因拄着的状况。相信伫台湾一个高龄社会，这个声音大家应该袂生分，嘛捌当过。以2018年12月底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台湾失智人口拢总282363人，占全国总人口 1.20%， 也就是台湾每84个人便有一个是失智者。估计若到2050年，失智症人口会增加到83万人，可见失智症对台湾影响的层面诚大。而且失智者有90%以上是住伫社区内。毋过现此时，台湾民众也真侪人对失智症的认识无介清楚，特殊对失智症产生惊吓、误解甲偏见，造成延误就医甲医疗资源毋知要安怎申请协助。为着要去除失智症负面的标签甲评价，伫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已经甲失智症改名为神经认知症，就是要互较侪人了解失智症的症头，提升全球民众对失智症正确的认识，帮助社会患者甲家属愿意用积极甲友善的态度来面对老一个课题所引起的挑战。